好啦，混合茶葉啦 ，X 公斤嘅 A 咧個成本就係120蚊，再乘翻 X 啦，呢個 A 嘅成本120乘翻 X 咁多錢。好啦 ，B 嘅成本咧就係50，同樣道理啦，50乘 Y 咁多錢嚇。好啦，咁混合完之後咧，總共咧就係 X 公斤 A 再加 Y 公斤 B。咁但係混合完之後咧，只有880蚊嘛，咁所以咧就即係80乘翻 X 加 Y 咁多啦。咁因此咧，呢兩個加埋咪等於翻呢個咯，即係120X 加50Y 等於80乘 X 加 Y 啦。嗱，咁我哋你就化簡佢咯喎，120X 加50Y 抽個乘個80出嚟入去啦嚇，即係80Y 啦嚇。咁所以將呢個80X 減過嚟，即係40X 咯喎。將咁多 y 減過去咯，即係30y 咯，係咪？咁所以 x 除以 y 咧就係30除40，咁即係3:4，3除4即係3:4咯。